哦，谢谢。親過、恨過、傷過、鬧過，失了這一步，痛快以後你會否思考懂了什麼？一加一這道理，未知擔心怎麼辦？你會體恤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如今已是擦身而過，當天我們牽手路過，佈滿青苔那老地方，還沒有拖過手，他的你沿路散步，還沒有亂過草，怎找花園去數？大概你當天相當苦惱，那是你前度曾教過你談情這一套，還未到散白天，爭吵如常地繼續，人未會怎算好，但會緊緊擁抱。同行了也會到終點，不過遲到，走不到結局也可以更好。那時緣分還未到，繼續仍然走到80都不糊塗，還是我們放開了亦可以過得更好。手捉緊你沿路散步，還植了花與草，去將心意贈送。是我於當天相當苦惱，那是我前度將雙數最後化解單數，還未到散白天，爭吵如常地繼續，還未會怎算好，但對方已沒觸不到。行了也會到終點，不過遲到，祝福我倆在那天找到我某條路。